来咧啦！食菜哦，含热收啦，你爱切哦，动态淡啊，头仔要靠乌丝哦，阁无充蓄啦。因俩驯收对哦，食菜哦，含无女佣啊，咱木头训哦，还想要改啊？歹势啦，无办法啦，安尼驯兽队哦，全部都老人家，看到切落来队有队唔到啊，佮着后生的吼，又要上班啊，无办法参加啊，着要加油啦吼，歹势啦。我看啊，我妈去做切的啦，较好穿啊，顺刷儿子哦，又唔是一家充蓄啦，哼，欠死来的啦，哼。阿爸，红牛，啊？亚梅呀，给我们的时间啊，就够神呢。爸，一代事，一代鸟。然后低头睇，营养无，太流，有啊，用全部听通咯，夹，好嘞，日头晒死不得了哟，啊，阿发，好嘞，夹，好嘞。行去上班呢，啊，来，吉，啊，爸爸饭菜準備好了，啊，行起來了，來，唔好嘅飯後，爸爸留起過來了，啊，1、2、3。这些畜生居然用毒品控制他，我一枪把你们毙了！不要动了，不要动！冷静点，不要动！哎呦，你力气就这么大，这样对你身体反而不好了。只要争过去就好了。哎呀！金秋，我给你做一个暗号，3长2短，记得了吗？好。如果有人来敲门，你千万不要打开哦，太危险了。你要赶快躲到里面去，不能吱声。我知道。好，那我走喽。最近吼，切的可能县中安掠离啊吼，我拜托掠到吼，真紧太一家吼，不因投降的啦，我迄只飞人家吼，但是我迄李总啊，我要有样的义务，有样的经验要保护俺黎民的身家财产的安全。报告里长，这一点请你放心。我们成立巡守队的目的啊，就是要加强巡逻，保护居民。特别是在晚上，我们要防止小偷、窃贼，我们要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让大家都能够安居乐业，对不对？对。想当年，我参加抗战的时候，什么场面没有见过啊？是啦，太
太家做义务的吼，也无良薪水，你也得哦，也无后生的啦，太家做辛苦了吼。哎呀了，太家去家种伤哈。不去天么？全没听懂嘞。唔会啦，莫是起来讲讲，故障海中嘞。不要紧张。然后我抗战8年的时候，什么死人没有看过？一个子弹从我这里嗖跑过去，我都没有死啊！性急的啦，怕死的你嘞。我来看看，小姑娘，醒醒。全没听懂嘞。哎呀，我就讲怕死出来了。哎，连长啊，我报警嘛，我报警嘛。哎呀，连长，冇啦，来报警好啦，好无？啊？小声一点，冇讲讲哎呀，好，好啊。慢一点，慢一点，好。哎呦，有了，来，扶啊，好，来，先用扶的，好，来，好。连长啊，我看下你报警好的啦。哎，报乜嘅警察？哎，你是系警察啦？哎，巡署吹吼，本人马出头的，莫有出事情，安样干啥？以我的经验呢，大概没关系。到了明天早上啊，他自然而然就会醒来。是。哦。保护吗？会醒啊。时候很晚了。今天大家都很累。对，我们早一点回家休息吧。然后，吴姐，我要交给你，有没有问题？好啦，我要留意当作出家莫照顾啦，哦。好，那就拜托你了。好，那我们就先走了。辛苦，好啊。辛苦啊。很好哦。哦。
哎，请问有嘛事情？小米干，那请慢点。小米干，干。你也自私，你做你走，另外一家己啊，故事啊，你有听到无？我相信你去迄个骗我，你迄个过啦，有反放心吗？有查好错无？哼！我去家己啊，孤孤单单地讲谎话啦，你啊差不多，无人讲话，说去家己该讲。哟，阿浩兄妹，哎呦，李长哦，酱头有嘛事情啊？远远的请呢。你慢点，你慢点，你请来哦。啊，你正常的啊？哎呦，讲已经50年了，你礼拜要转了。你昨款啊咧，也迄我老公留下来啦吼，给你作来食困，做你请假哦，很新鲜哦。俺讲啊吼，佢做体啦，我概念。你丢来呀吼，我都好闹热，你做你放心，都会给你了哈。哎，爷爷，我忘记帮你换尿布嘞。哦，尿布不要，我不要换尿布。不行啦，不换会尿床啦。不会，不要。哎，我老公很溜溜，你拿去跟他换。唔是派谁啦？我老公没黑，哎呦，我以前没老给养人问，吼。啊，你跟他换，我回避一下哈。不要，不要换尿布。什么事情啊？好像有人。有人啊！我看。哎呦，怕现我老公转来哟。哎呦，老公啊，你转来哟，转来看我遐。哦。俺有时莫转来看我哦。后生啊，做退休都了下啦，好嘛个不过，做得准翻身嘛，哼！年轻系味道，身体把味道保护出个，我统统是讲了，谢陈谦。你妈你讲啊，老爸上爱面子，安尼会伤伊心呢。伊毋是讲伊身体怎样，让我总统也是。人家啊，一冲出来很大事了，妈个天大的身体，哼！好，我要洗头。哦，姐姐，好。人家洗头的啦，还唔激的，还唔激的，还都搓。好啦，要想我哦。嗯，好，拜拜。谁在找你呀？没有啊，是你的男朋友吗？一个朋友啦。哎，爷爷，我们还要在这里住多久啊？哎，人多待2位，唔转去啦。你也如果我顾小。
就迄爱出身体，爱死也爱带俩位。那你答应给我的100万呢？只为完成我的心愿，我会付给你啦。 100万不可以赖皮哦。钱多的是。算鬼汤不会。哎呦，很甜哦，上都很强哦。是啊。迄卖你的模样呀。严总啊，来看吼，保健好的啦。嘿呀，保健啊！莫出事情哦。慢慢来，慢点开去。做事要有步骤。步骤。第一个步骤，先确认他是不是还活着。很伤的啦。第二个步骤，很伤的哦。看看他有没有带证件来。哦，嘿呀，快来快来。去看啦。有号码呢。哦，有迄密码，哎，来滴啦，你人叫，那边人叫，大概讲啦。超好的，动动乖。哦，动乖。妈你超。日就不巧啦。莫乱讲啦。人。哦，什么东西这么多？干脆耶！啊，这个是什么？这这么改东西呢？哎，我老公的面用这点上面写着那个，几岁细心，我老连长，我来看。带来细心呐。什么死神啊？哪里有这样的事情？我走遍大江南北，就没有听过这样的。你不要跟我吵。你老啊，你唔知啦。哎，听我的啦。还有今年呢，今年啊，让老王派来细心。等啦，去到讲过你唱哦，也系事先。来，你耍。哎呀，我听到诶，等别中，我待着。好，我连长我来处理。人家蛮处理啦，人家蛮处理。你讲人家蛮处理，应该有点。哎呦，哈，按等于行哦，嗨，我吓死人哦。待着啦。好。1、2、3。这。一門呢按唔到啊！有唔標都有咁做啫。錯哦！假使講個門啊，係寫到幾寫啦，個門啊可能變到落死性窮人，我開始呢，因為滿堂係吊人哦，個厲害地方唔變咯，像個穿洋平窮人，切來切去，嗰條事情是太跳咯。哎呦，阿辉呀，你平常天时看得到啦，凊彩讲哦，无论讲法啦。好了，时间不早了，大家都累了，我们都回家休息吧。老二十平多呀，坐等啊，没有关系啦，没关系，是人不是人，他不会怕的。来，我们走。好。
伊礼拜转来啊，有看人伫无？伫啊，我就爱死的啊！我要完成我最后的愿望。跟日本人呢？佢养会来啊！我去答应本伊来，二手照过来哦。安用伊摕股份啦。有说年结婚吼，人讲公婆啊，从头倒霉，爱穷下，吼，佮家本伊要人伊传宗接代，人伊恭喜人哦，啊辛苦伊生人，人伊求家，啊你又讲要来，佮安尼也答应，你是照过来，啊用伊唔错啦。我就爱死的啊！我要达成我这个愿望。啊，你有推日本人相看啊？你无？人相啊，照过来，照过来，你死死样样蛮相。尤其日本人咧，佢心肝都嘛该感觉你啲啊，你要推人相啊咧，冇想啊摕指示啊你啊，哎呦你唔错啦，哎，一样感觉你。连长，你要不上楼来睡？哦，没事没事，你先睡吧。我一生行军在外面，就没有睡过什么床，我流浪惯了。我要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救了我，我早就死了。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只是生长的时代不一样，是一个动乱的时代。你在看什么？可以借我看一下吗？我妈？你怎么会有我妈的照片？啊，是你吗？秋香是你吗？她叫秋香。我在大陆找过很多遍很多遍，就是没有找到她。她现在人呢？她不久前刚过世。怎么会这样子？来呀来呀，阿父已经，好好，来抢细信哈，哦，原谅你，你已经，你也一次了，拜拜啦，叫他们原谅我。哎呦，细信啊哈，请你原谅我对吼，唔要条条而冒犯你啦哈，吼，下次吼，拜托你原谅我对吼，出来一次吼吼吼。不用讲我要对啦哈。哎呀，不用讲我对啥吼。哎呦，我心痛哎，嫁出来了，嫁出来了。你为什么要怪我？我死了吗？哎，不可以！抢你原谅，抢你原谅！哎呀，不喊了哟！哎呦，太严重了，用个啥？你今天要来，当然，抓住他！抓住哎呦，我死无去熬挨啦！细心哈，歹势啦，你啊容易拖起来吼，歹势啦，我行来丢啥吼？拍摄拍摄，拍摄拍摄哈！
细心啊，拜托你不要俺留下一条生路啦，吼，我会好好服侍你，哦，本伊享受啦，吼，拜托。系啦啊，安尼啊，唔会去长生不老吼，安尼是希望吼，至少唔会了来做安尼啦，本来你就时间准备下了哈，嘿哈，嘿。想当年，我参加抗战的时候，什么场面没有见过，但是现在我不能死，再给我一点时间，拜托。哎呀，生意，要莫做嘛个坏事情，做嘛那个命我安排呢？啊，不容易经过神呢，也还要很爱死，竟然冇人用解释，又太爱上歌嘛？系啊，你看按吹歌无哈，该所有那个寄可能不用去做好冇？总的，用记者跟安尼才来清洗啊，走，这样子，先把他嘴巴解开，走对了。喝水。喝水，喝水。哦，水。我好饿哦，我要吃东西。好。来准备天澎湃，为你享受，好。有需要。是干嘛呢啦？我们的意思是说，可不可以先商量一下？现在还不要说我们的命。拜托。我都答应了，你们先放我。好，不用给，不用给了。我手机响了。来看吼，拍迄炎路王大路。哎呦，你惊！我很记吼，带人也就走啦。哎呦，安尼你惊哦！来看吼，佢拍心内无乜嘅经验啦。来看吼，头一日选一日的啦，也吼。很忙又被带走，有乜嘅事情来办的吼，实太怕啦。都安全过。然后。
爸，爸，转来了。转来。你有事救哈？爸，那唐娘发什么单钱转来呢？有谁来朋友的哈？阿看，大概转唔转来西人来，都无强杀。係啦，爸也唔做到識結橋，唔做我家人咩？係租定冇一家啊？爸也啥要做得够啦。跳緊樣啊！好啊，依家會所做得正咧，貼咗隻宣傳單麼？宣傳單啊，好。誒，我哋係大片版啊，照相嘅宣傳單啊。今年表演不愛看，好功夫嗰樣唔得啊。哦，啱係。係啊。哦，好。你等下。喂。好，等好，嚟啊！哦，快啲。咁慢下，好，我用呢個簽，到嗱快落打斷佢。眼部又。哦。好，喂，1、2、3，嚟跳下嘅加慢哦，加擺。係加擺嚟，1、2、3。哎呦，眼部呀！做得跳嗎？啊，好，做得了哈。好，穩得。哦，先蒙先蒙。穩得，嘿。好嘞。照相先講哈。好，先蒙。啊，嚟下。好。先蒙啊。我看啦，你生意啦，做冇做乜嘅睇頭路啦，也冇賺乜嘅錢啦。自從我加班啦，我做到兩下啦，做到我都個凶啦，你咪乜個小白臉。我一想啊，我也唔得啦。呢個人嘅上司，其實係注定好嘅，係今日來收咗，看到嘅事情挺難講，馬上啲這個做啲事就夠水。我看啦，練舞啊練到頭啦，懵起嚟啦，廢起嚟啦，唔係美國先啲嘛？我按時人做事啦，可能見俾人聽講嘢啦，隨便啦，自己先。啊，我同講咧。开了。感谢大侠相救，请问大侠怎么称呼？小事一桩，告辞了。
虽然你魔术师，你又能卖命。死老头，你找死！小姐，你按后生，做乜个面带杀气咯？莫逼着，起来洗洗。你老弟就买认秋。你说什么？我听不懂。我的意思是说，你跟他有什么冤仇？先把我解开。有啉酒无？无啉清好。阿婆，我不是客家人，不过我会很努力学客家话。我真的很有诚意，想要取用吗？提供用，无嘞。吃饭啦！吃饭啦，吃饭。哦，我爸手艺超好的哦，超会做菜的。你看这个，好香哦。有啊。谢谢。来，阿发来，爸弟请好生来。阿爸，你是谁？佑啊。那边怎么会有一台纸飞机啊？哦，那台纸飞机是我国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做好了就射上去，然后就没有拿下来过了。这样啊，我帮你拿下来好了。来，谢谢。小事一件。吃饭搞嘛那种。搞什么啊？吃饭了。阿发，也未讲期的时间啦，就过神了。咪从细阿爸一代屎一代尿带到大，咪迄件吧，也迄件的，也唔係一般人做在涉案的苦。阿爸，一摆我去做事，叫我跌团，阿爸，也无乜嘅路用嘅啦。妈呢？我也亲实嘅阿发，佢離開我做在照顧佢。我会照顾他的。我是一个运动员，我打篮球的，我身体强壮，我照顾他20年、30年绝对没有问题，请你放心。我年纪大了，命苦，再活也没有多少年了，干脆死掉就算了。反正只有我一个人，也没有什么好牵挂的。连长，你还有我呢，我就像是你的女儿一样啊。你长得跟你母亲很像很像。是吗？我现在啊，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一个人在台湾无亲无故，孤苦伶仃。
真的万一我先走了，那你们怎么办呢？谁来照顾你们呢？可是我觉得你想太多了，我觉得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啊！我为了你肚子里面的孩子着想，万一这个孩子出生了，真的，谁来照顾你们？我想了很久，终于想一个办法，就是你跟我来办理假结婚，这样的话，孩子就是出生了，也有一个名义上的父亲，你也可以领到国民身份证，可以好好的在台湾过生活。还有，我有一笔钱，准备全部留给你一个孩子，让你们没有后顾之忧。办理假结婚，只是让事情能够好办、顺利而已。你说这样妥不妥？好不好？你对我真是太好了。我原本在想，这个孩子干脆拿掉算了，这样就一点也不麻烦啊。你千万不可以这样做，请你听我的好不好？好不好嘛？你说，回答我，好不好？好。社会无巴上胜败艰苦，土质漫长而下，咱后回是起出来汤泽功夫，解救咱老百姓。小三诶，你去拜了迄么？不是看到你呢，没了名人哈。我算是第一次来吧。哦，哎呀哈，哎呀哈，好，等一下啦哈，好来很记哈。你哪来啦？谁退位啦？喊你出来啦！马上来哈，马上来。两个路的啦，无嘛个路用啦。你应该就是林文海先生吧？嘿啊，有嘛时间？做嘛该的？有嘛事情？你好，请问先前是不是已经有人先来拜访过你？嘛该事情啊？做嘛该啊？阿海啊！连古连东，我点的黑幕！阿海，连古连我点的黑幕啦，黑幕啦，今夜出来。
天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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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里啊？天秋，你在哪里？慢点，慢点啊！慢。你好，陈福全先生吗？嘿呀，嘛个事情？可不可以拜访你一下？你在做嘛啊？我知道您最深爱的，就是你的女儿，甚至将你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她。我想您最放不下的，也应该就是你的女儿吧。不知道你有没有对你的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或许你的人生现在才正要开始。无论你是崇尚自然，或者现在最流行的环保概念，我们都能够帮助你神游在山林之中，或者是徜徉在汪洋的大海。甚至是您想要跟您最爱的人告别的方式，我们也可以帮助你。院长，有一个事件出现嘞，郑海华请来嘞，你快点来用下来呀！报告连长，又一个死神出现了啦！刚才跑到我家去找我，那现在怎么办啊？这个大事不妙的啦，怎么办？嫁女儿乃是天经地义的事，女儿长大以后，乃要离开她的父母，和她的另外一半组一个新的家庭。用诶，你向迄人爱讲麻烦迄么？我再上哦，也无去救我识的啦。所以因两人以前相爱过，哦，给伊只感情，我死嘛唔认啦。其他唔是啦。安阳啊，你安讲吼，对我老公来讲吼。伊也死脱的啦，伊也唔会生起来，一年嘛该发。啊，看哟，我老公死脱啦，怎么了做太太的？才过来爱上骗你，安样对伊有公平无？无公平啦！李师傅吗？哎，不是了，不是了，哎，对不起，我认错了啦。啊，客人，有什么事吗？我之前来你们这边定制了一件西装，不知道做好了没有？哦，那套西装，哎，这样的啦，我老公吼就是赶你那套西装做了一半，就是慢慢人不舒服，就这样已经走了。真不好意思，我知道你老公啊是个师傅，所以我才来你这边做嘛。哦，谢谢你，谢谢你。我看这样好了，
我来帮我老公完成你的西装，这样1个礼拜以后你再来拿好不好？真的吗？是啊，是啊。好，谢谢哈。好，尽量给你赶，哦，再见。阿公啊，正雄啊，来看安阳人吼，你还你转去尼乌卡好好啦。要蛮讲呢，尼乌卡安多亲人哦，哦，在你身边陪伴你，这个安慰你。因你年纪啊按大岁咧，有亲人陪伴身边啊，你想每日总会享受哦，你想错冇？咱讲啦，人生啊，男女的情分啊，你莫看到暗错，安尼就以后好啦吼。尿布嘞？不要包了，你不要管我了，你走好了。不要管你，你以为我想管啊？我死在这里好了。你要死在这里，那你贷给我的钱呢？可以啊，提款的卡拿去领啊。是不是这一张？对。密码嘞？994499。那我走喽。好。上咁多海瑞嚟窮黨啊！你係咪個山下啦？啊！你看啦，佢要嚟衝你死退人。佢係死神來會死呢？如果你們不想死的話，乾脆一不做二不休，把那個男的抓起來再說。對，捉起來，捉起來，絕對會留佢捉起來啦。伊讲就吼，放来老公司的啦。哦，去照得以后啊，
我真想哦，真可惜啦。你敢杀人吗？宇宙这卡命哦，来老去变的啦。想当年我在战场的时候，杀人是不眨眼的，特别是对敌人。从人来来啦，假的啦。哦，我是想的，假的看啦啦，狗毛从真的要的嘞。好了好了，难不完。你看，我看对付个死心，用了桃木剑来，不要。等下吼，来讲工具的些要出准备哦，来讲轻工具来，你说出来哦，吼。轻工具啦，你说一定要出来哦，冇你记得咯。不好意思，可以拜访你一下吗？嘿嘿，好，请入来。我准备好了。不要紧张啦，一步一步来。有个女的先来拜访你。有了。我吼，带一罐春年肉酒吼，本来肉公司的哦。我想我还是要先跟你说明一下。其正在以后啊吼，我这家吼亲上哦，我吼，底下吼生吼必死，很那艰苦，我真艰苦啦，我真艰苦啦。哎呦啊！叫救命！救命想不到还功夫蛮厉害，你看，呀，总算用得到了。连长啊，给啊，我就留下名单，稍稍退一点，好不好？好。想不到我们这个巡守队替这个社区啊立了一个大功。我们这个社区的老人再也不会有人死了。好，哎呦，鸟罗公是我的年名单，总唔到安尼的啦。讲真哦，你看很后生哦，你们个模样啊，生都要按电，要按奖。你看你后生的，哦，生都要按燃豆，哎呦，实在很可怜哦。可送你啊，唔到可怜佢，根本人就可憐人家就話。你講佢按後生啊！誒，你本地有就執咗，佢用解散啦。好。这个我要杀的人是我爸爸，在我妈还怀着我的时候，他就跟别的女人跑了，害得我妈在生下我不久后就死了。
死前，他要我去找我爸爸，要我替他报这个仇。凭你目前的武功，你无法度打人去。不过，假使讲你的白爱做师傅，安怎有可能打人去？关键不在我的武功，关键在于我的恨。我相信我的恨会给我力量打败他。功夫的恩手啊，安尼起来起，其实就算啦。只要活着一天，就没完没了。俺老因学识，你咋对俺就安亲的忍受？你来亲爱啊？安排单。都话你紧，同俺老人比，安尼莫比较，用天他妈来比。功夫20年来，摩擦功夫的事情，我让吴少他去把忍受，你都要亲爱。谢谢你。不要这样。希望爱，再来讲。这很要妹啦。啊，爱妹哟，爱妹哟，你是安排嘞？香香，爸爸食材对不起，娘娘没有在。让。爸爸难明白，爸爸难呐，难呐，爸爸難呐，來啦，爸爸難呐啦。你在干什么？继续。来呀！继续。来呀！继续。你怎么了？来呀！怎么就这样子？你们到底在干什么？你们在做什么嘛？怎么对他这样子？我求求你们，赶快把刀放了。我给你下跪。不要这样子。
白珍，我给你加贵好不好？交贵免我忘了他了。我听讲恁老兵拢真有钱，摕钱来。忘了，我钱了。好，我就进了。但是你们不要拿给他，不能上当哦，不能不要上当。不要拿，这是你很久的积蓄，不要拿。好，这个是我一生的储蓄，统统让你们来做。好，你们看，哇，给嘛呢？你赶快把它忘了，好不好？好不好？老向，你今年几岁啊？我70好几了。没有娶啊？想当年我从大陆过来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现在也只剩下我一个人。你们怎么？我看恁跟他同乡的呢吼。对，我们本来就是同乡。好，安尼今晚我提早，互恁团圆。谢谢。以后恁若生囡仔的时阵，可以当转去带着。好，谢谢，谢谢你们哈。呀，你这个衣服还给我。谢谢。哎呦，把你绑成这样子，怎么伤成这样子？我真是，怎么这样子？来，咱你就介绍哈，你迄藏衣社的下头家啦，你相亲，迄个朋友啦，系啊，最近吼甲公司哦在推展业务啦，也有留安尼个着里面的名单哦，本期啦吼，甲公司有用在业务员吼，敢唔是去拜访得到吗？有吗？有，更有。没看到。你是看过了了？有胸啊。胸。去看他的，来。你看，阿伟，你看，很穷，那后数没有看过呀？你看到很穷啊？没穷，哎呀，没穷，没有。看到这个哦呀？没啦。啊？连长。咁应该木做木睇咧。李总啊，没啦，哪是空过啦？没啦，哪是空过啦？没了。奇怪了，这几天都没有联络上他们呢。哎呀，一共加你们。报告里长。找人本来也是我们巡守队应该负责任的，这个事情就交给我们了，你放心好了。好，拜托好，拜托。那这个照片就，相片不要，我记得。我记得。来，我们赶快分头找。也可以。嘿，莫人啦，那管了。黑毛，黑啊亮啊毛，黑毛。哎呦，这个两张相片，这是了解的。是的，要都绑架嘞，我管都死啦，哎呦，我管死哦。你看人大我个很穷啊呀，我来做啥病的呀？来公馆呀，太太厉啦！当然是啊，不要紧张，你个英雄心态啊！哎呦，来同高香港啊，老家都头去了。我来想办法，不要吵，你们就让我好。歹势啦吼，个粮食吼，因着我无人爱讲清楚吼，所以本来都咪都爱用人唔抢人，鬼唔抢鬼，歹势啦。哎呀，都是一场误会。现在误会啦吼，歹势，像原谅啊吼。无安尼好个啦，也就话13年，老记搞干一副干菜。哎呀，好，反正吼做满用的多嘛，先满意了中。对，让你搞干啦吼。对呀，连长，我那通了没？我要西式的。西式的。呀，西式的呀。呀，好啦，好。哎呀，
好嘢，安尼，俺会下贵的，较贵的好哦，较贵的跳前面哦。哦，你是东西，ヒノキ，做得冇？走的，贵哦，哈，ヒノキ哎呀，人伊，好，嗰种俺的线哈，俺的线，俺为了白色好卫生，白色的，哎，俺太太人伊，我阿福嘅，爱总是咧，呀，阿福嘅俩好，这个太好了，买好，走的，俺个人真做生意啦，哈，介绍青岛人人买哈，好，亲戚朋友，聊登聊下，夾入面沙，桑架下冇，全部嘅，全部人偏做生意啦，好，抢人了。请问一下，您是阿海伯吗？是的，有什么事情吗？我想跟您拜师学艺，请收我为徒弟。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请受弟子一拜。好，来，起来，不用客气，不用客气。阿海伯，听说你会那个纸钞断块，可以教我吗？那个雕虫小技，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个轻功呢？会飞的那种。轻功，你电影看太多了。轻功我会。真的吗？真的吗？轻功会飞很高的那种，真的吗？会飞的那种，哎，真的吗？阿爸，有吧？阿爸，有吧？ngày đi là yếu phà ho, sống yếu ủy nhang là, không có, nhà trong tới như anh nè, chứ không có yếu phà cả. Yếu phà, nông nhỉ, bà công à, công hai ca 4ngày là. Ôi,阿爸，你哦，做乜可以離開啦？你有退休法上過冇？存期3年，媽你來照顧佢啊！你有沒有動吃屎？阿爸，有法，好啦，媽你好冇？我本你走啦，安尼好冇？開門啦，拜託啦，有法。阿爸，徐天木啊，想当年我参加刊登的时候，哪里没有看过尸体啊？等一等，第一个步骤，先确认他是不是还活着。走，先生，洗一洗。全摸镜头呢？哎呀，他死掉了。bien trọng à? Ôi bố kim một lần. Thiếu khí đấy. Thiếu khí đấy. 这一次啊，一定要报警，赶快叫救护车。哦，救护车呀！哦。
大口，吸，吸，哎，不要紧张啊，一个步骤来啊。对了，我先打电话。喂，我这里有个孕妇啊，快要临盆了，请赶快派一部救护车来，啊，越快越好，好，拜托。地址，你电话定位你一查就晓得了。好，拜托，我现在就。好，我知道，好，